好啦，咁到底而家邊個可以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呢？又有咧新嘅版本出現噶。恐怕呢個新版本呢，就係要令到係親中親北京咧嘅五毛同藍絲要大跌眼鏡噶。就係竟然咧伊朗咧公佈咧話日本係友好國家嚟噶，完全係出乎意料。我真係唔知道到底香港嗰啲藍媒同藍絲，其實你支持個伊朗革命衛隊做乜 Q 噶？而家伊朗革命衛隊講下講下已經同日本係友好國家啦。你咁搞法仲唔係違反國家大局？應該係伊朗應該係中國嘅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嚟嘅。如果你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又係你嘅敵人嘅友好國家，咁即係你同日本係全天候合作戰略伙伴。好啦，伊朗咧而家做嘅嘢咧你與其話佢針對美國咧我更加覺得佢好似係對住中國大陸不停喺度玩嘢多啲。